Jane Gordon 帶你去超有驚喜新酒吧，雲華東方 Landmark 新開嘅 Champagne Bar Blanc de Nord， 覺得驚喜係因為呢度體驗超好，10點鐘有香檳塔免費飲，嘢食由 Amber 總廚 Richard 監督，好出色但唔貴，裝修唔太 old school 但好優雅，簡單一句高級得嚟唔扮嘢。Champagne cocktail 用料靚但唔貴，品質控制絕對係上品，仲有鮮肉肉類分割師駐場。總之我去完好想推介俾咁多位，尤其係揾地方 date 呢度超啱。MO Landmark 大裝修接近完成，呢間喺7樓 Zoom 隔離嘅酒吧率先開幕。既然係 Champagne Bar， 呢度 Champagne 有成500款 ，By Glass 都有25款 ，Crit 同 Cristal 都有。雖然冇人請我飲唔起，我就叫咗呢個 Horizontal Pairing Set， 對比 Blanc de Blanc 同 Blanc de Nord， 兩杯加埋都係258蚊，入門唔錯。呢個 Blanc de Blanc 偏清爽，即係飲落係，但係佢冇乜餘韻咯，但係其實飲落係幾 OK 嘅。之後再試 Blanc de Nord， 即係用紅提子做嘅。呢個飲落咧就比較多果味咯，我比較中意呢個，即係佢比較多其他嘅味道喺入面。呢度仲有一系列用 Champagne 做嘅 cocktail， 想講呢杯 French 75好癲，用咗 Ruinart 香檳同 Tanqueray Tangin 兩樣咁貴嘅酒加埋都只係賣178蚊，呢個係真係好飲咯，即係不得不講，即係1分錢係1分貨。好好飲，但講到最深印象係呢杯 Kir Royale， 佢最特別係個 Cassis 黑加侖子醬係自家做㗎，好飲喎呢個真係，即係佢係甜甜地，但係佢又即係好清爽咁樣，然之後佢又有其他唔同層次嘅味道喺度。當然佢仲有冇 Champagne 嘅 cocktail， 呢杯 Melon Fizz 同 Roach 都好唔錯，絕對值得試。當然講到正，呢度嘢食絕對冇得輸，由米芝蓮3星 Amber 總廚 Richard Akabas 主禮，呢個黑松露 Burrata Salad 真係不得了，好香。呢度仲有好多精選 cold cuts 高級肉類分割師啱啱嘅成品，佢即場揀即場分割超級鮮肉，大家嚟記得唔好錯過10點鐘，現場會開支 Magnum 香檳倒落呢個香檳塔，儀式感爆燈，我有預感呢度會好快日日爆。